今日好開心啦，就係同大家介紹 Sun Life 永明醫生保入邊一個新嘅服務。呢個服務咧，英文叫做 GBA Urgent Care， 中文咧就係大灣區醫療緊急服務。佢嘅最重要嘅好處咧，就係能夠係為咗移居或者喺大灣區工作嘅人提供一個旅遊式嘅醫療緊急服務。舉個例子啦，就係啱啱呢個媽咪已經係退休咗喺大灣區，個仔去探佢嘅時候咧，就出去玩，玩下呢個媽咪就係腦出血，就好緊急送咗去一間二甲醫院。咁二甲醫院咧喺中國嚟講都係安全嘅，但係咧喺客人嘅角度咧，就希望佢可以翻嚟香港醫治。呢一個情況佢係腦出血，就唔係話係另一種嘅中風，咁所以係可以安排佢出嚟嘅。咁所以我哋要係首先要同二甲醫院攞到一個醫療報告，醫生嘅同意，然之後安排中國呢方面嘅救護車，再喺邊境入邊咧，再要轉一架香港救護車，咁仲要係安排香港嘅醫生同埋有醫生接去。咁成件事情咧係複雜嘅，但係我哋一日之內咧都安排得到嘅。